香港送別韋基舜，93歲傳奇落幕，半城風雨憶韋伯少。維多利亞港嘅海風，吹過港島同九龍嘅樓宇，拂過香港超過半個世紀，見證過無數風雲喜樂同人生百態。2026年2月8號，一則訃聞靜靜咁傳開，香港各界知名人士93歲高齡嘅韋基舜安詳離世，為一段橫跨工商、傳媒、影視、輿論、體育多個領域嘅傳奇人生畫上咗句號。消息一出，好多經歷過香港黃金年代嘅市民同業界人士都紛紛表示惋惜。呢位被人叫做韋伯少嘅老爺爺，用90幾年嘅人生寫出屬於香港嘅多元傳奇。對年輕一代嚟講，韋基舜呢個名可能有啲陌生，但喺上世紀嘅香港社會，佢係出身豪門卻唔肯安於日落嘅世家子弟，係執筆掌舵嘅報業先鋒，係膽敢跨界試水嘅影視從業者，係敢言敢說嘅公眾名嘴，更加係深耕體壇多年嘅幕後推手。多重身份交織，正好反映咗香港社會發展變遷嘅真實面貌。韋基舜1933年喺香港一個家境優渥嘅家族出世，佢屋企已經營藥業起家，喺行業入面累積咗深厚嘅名聲同穩固嘅根基，生意版圖一步步擴大，成為當時香港社會有實力嘅工商家族之一。作為含住金湯匙出世嘅豪門少爺，韋基舜本來可以順住家族鋪好嘅路，安安定定繼承家業，享受優渥生活，唔使喺紛繁複雜嘅社會浪潮入面奔波打拼。但佢自細就顯露出唔同於一般紈絝子弟嘅志向同眼界，唔願意將人生局限喺家族已有的成就上面，更加希望靠自己嘅能力喺更闊嘅天地創出一條屬於自己嘅路。上世紀50年代，韋基舜完成咗美國大學嘅學業，學成之後返咗香港。面對家族提供嘅安穩前路，佢冇選擇接手藥業生意，反而毅然投身文化傳播領域。當時佢屋企已經涉足印刷行業，佢胞兄又創辦咗報社，呢一切都為佢進入傳媒行業提供咗良好嘅基礎條件。年僅20出頭嘅韋基舜，憑住敏銳嘅眼光同出色嘅能力，挑起咗報社社長嘅重任，全面參與報紙嘅運營、編輯、發行等關鍵環節。喺佢嘅主導同推動之下，呢份報紙精準捉到時代嘅脈搏，貼近市民嘅閱讀需求，內容又有資訊量又有可讀性，好快喺香港報業市場打開局面，仲一度出現全港脫銷嘅盛況，成為當時香港社會頗有影響力嘅輿論平台。喺傳媒行業嘅磨練，令韋基舜累積咗豐富嘅社會資源、公眾影響力同輿論把控能力，亦都塑造咗佢果縱果斷、犀利、敢於突破嘅做事風格。呢段報業經歷唔單止令佢以報業巨子嘅形象喺香港立足，更為之後佢跨界多個領域參與社會公共事務打下咗堅實嘅基礎。大家慢慢發現，呢位出身豪門嘅年輕人手中資不凝聚嘅力量，一啲都唔輸俾家族產業累積嘅財富同名聲。人生嘅軌跡往往充滿意外同轉折，對於韋基舜嚟講，膽敢嘗試，唔怕挑戰，係貫穿佢一生嘅做事準則。上世紀70年代，已經喺傳媒領域功成名就嘅韋基舜，做咗一個令外界大跌眼鏡嘅決定，正式進軍娛樂圈，試下投身影視表演。呢個大跨度嘅跨界，喺當時嘅香港社會引起咗廣泛關注，公眾同業界都對呢位富商出身嘅新人充滿好奇同期待。1978年，韋基舜先後參與咗《浣花洗劍錄》、《名流情史》等影視作品嘅拍攝，其中喺《名流情史》入面，佢仲擔正男主角，試圖喺影視賽道上面實現新嘅突破。不過，演藝之路並冇好似傳媒事業咁一帆風順。觀眾喺熒幕上見到嘅韋基舜，演技有啲生硬，面部表情同眼神表達都缺乏層次感，好難貼合角色需要嘅情緒張力，同專業演員比起嚟，有明顯嘅差距。相關劇集播出之後，外界嘅評價並唔理想，表情僵硬、眼神木訥呢類評價紛至沓來，甚至仲有面癱嘅玩笑話。相關討論喺街坊之間不斷發酵。如果換咗普通人，面對呢種公開嘅負面評價同事業挫折，足以成為放棄跨界嘅理由，甚至會因為羞恥徹底退出呢個領域。但韋基舜並冇被挫折打退，佢好清醒咁認識到自己嘅優勢同短處，明白虛構嘅影視表演並唔係最適合自己嘅舞台，
而真實嘅社會議題、公眾輿論場，先至係可以發揮佢思辨能力同表達才華嘅地方。經過冷靜調整，韋基舜放下咗表演嘅嘗試，轉身拎起話筒，走進咗大家熟悉嘅城市論壇，以評論員嘅身份重新出發。事實證明，找對自己嘅定位，比起盲目堅持更加重要。喺冇濾鏡、冇劇本，直面對公眾同各類議題嘅直播現場，韋基舜徹底擺脫咗影視表演入面嘅拘謹同不自在，展露出清晰嘅邏輯、犀利嘅觀點同埋直率敢言嘅個人風格。面對各種社會議題，佢敢於講出自己真實嘅看法，立場鮮明，言辭懇切，好快就贏到觀眾嘅認可同信賴。那個曾經因為演技被人玩笑嘅跨界者，喺評論席上面找回咗屬於自己嘅高光時刻，成為香港市民耳熟能詳嘅城市名嘴，以獨特嘅影響力參與社會公共討論，留下咗好多令人印象深刻嘅觀點同瞬間。除咗富商、報人、名嘴呢啲標籤，韋基舜仲有一個堅守咗半生嘅身份，香港體壇發展嘅堅定推手。佢對體育事業嘅投入，始於年輕嘅時候，一直延續到耄耋之年，貫穿咗超過半個世紀嘅人生歷程。早在23歲那年，韋基舜就出任東方體育會籃球部主任，呢個職位並唔係簡單掛個名，而係實打實嘅責任同投入。任職期間，佢積極參與球隊管理、賽事組織、人才培養等工作，用實際行動支持本地體育發展。之後，佢嘅身影活躍喺拳擊、足球等多個體育領域，從賽事運營到台前解說，從行業管理到公益推廣，全方位參與香港體育事業嘅建設。佢曾經擔任香港拳擊總會主席，推動拳擊項目走向規範化發展同普及。晚年嘅時候，仲擔任泰拳理事會榮譽會長，一直關注小眾體育項目的成長。喺香港體育走向規範化、國際化嘅過程入面，韋基舜憑住自己嘅影響力同行動力，默默提供支持。佢參與推動本地賽事體系嘅完善，助力香港運動員展現自己嘅風采，促進體育文化喺市民入面嘅普及。多年以來，佢不計名利，默默付出，成為香港體壇公認嘅幕後功臣。2002年，香港特區政府為咗表彰佢對體育事業同社會發展嘅突出貢獻，向佢頒發銀紫荊勳章。呢枚勳章係對佢半生體育情緣嘅最高肯定，亦都係社會對佢無私奉獻嘅正式認可。步入晚年之後，韋基舜依然掛心香港體育發展，尤其關注香港足球總會嘅各項事務，成日為行業發展出謀獻策。6年前喺藝人黃澤鋒夫婦組織嘅聚會上面，好多人再次見到韋基舜。當時佢已經年近九旬，但依然精神奕奕，談吐得體，保持住一生不變嘅體面同從容，同場嘅人士友好交流。佢嗰種優雅嘅姿態，俾大家留下咗深刻嘅印象。今次公開露面，亦都成為好多人對呢位老爺爺最後嘅清晰記憶。2026年2月8號，韋基舜喺香港安詳離世，享年93歲。家屬尊重佢生前低調做事嘅風格，決定低調處理身後事，唔鋪張，簡化流程，並定喺2月13號喺香港佑寧堂舉行追思會，用簡樸莊重嘅方式送別呢位香港傳奇人物。消息傳開之後，傳媒界、體育界、影視界同埋好多市民都透過唔同嘅方式表達悼念之情，回顧佢嘅一生經歷，致敬佢嘅多元成就同人格風範。